大家好，我係二師妹。最近睇到有人從大陸開水上電單車直接駛入維港喎，香港嘅水域可以自出自入咁癲，即係維港變埋咗公海，唔需要證件檢查就可以大搖大擺咁駛入嚟打卡。不過咁喎，由細到大都知冇過關就入人哋地頭就係叫偷渡，唔通香港自由開放到呢個程度？我哋直接去片睇下咩事先。中國海摩洛頂環海第一人張杰，牛逼了！特別好！今年張杰又開始了第二次環中國海了，現在抵達維多利亞港。哇！我們在維多利亞港下雨了。識睇梗係要睇網民留言啦，有人話不嬲都可以咁樣玩，只要唔上岸就得啦。又有人話唔上岸都係非法入境喎，都唔知邊個係真嘅時候。之前內地綜藝節目《大灣仔之夜》就示範咗俾大家睇啦。咁一班過咗大陸嘅香港藝人陳小春、謝天華、張智霖、林曉峰同埋梁漢文，佢哋喺廣州出去玩嘅時候，突然間思鄉病發作，要求船家兜埋佢哋入維港喎。好搞笑嘅係，佢哋5條友坐到勁似洗頭艇咁。如果真係咁掛住香港，佢哋又唔係喺中國以外嘅地方，平時放假得閒自己落返嚟咪得咯。喺大陸揾咁多人仔都冇錢返香港咩？講到好似香港 blacklist 咗佢哋咁，可能因為係節目效果啦，要影到掛住香港情懷。咁最後佢哋係被告知，佢哋坐嘅快艇係唔可以進入香港水域，但係佢哋可以坐帆船入喎。究竟合法定唔合法呢？從法律角度嚟講，香港水域唔係自由進出嘅地方，就算你唔係上岸，非法入境都唔一定要落地先會成立。根據入境條例第115章，無經合法渠道進入香港水域，本身就可能屬於非法入境嘅行為。無論你係游水、坐艇，甚至係踩水上電單車，只要你冇經正規關口、冇通報、冇申報，都有機會踩界。香港係特別行政區，梗係有邊境有海關啦。只要你離開過香港，入返嚟都要跟返程序。對於唔上岸就唔係偷渡呢個講法呢，或多或少都係錯嘅，又或者係至少唔係全對。香港海事處同埋入境處都有文明規定，船隻或者人士進入香港水域，應該要向相關部門申報申請許可。就算你話我打個卡就走嘅，咁都唔係話嚟得就得㗎。而且根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，水上活動一旦未經批准進入指定海域，有可能觸犯法例。尤其喺維港咁繁忙嘅水域，亂入仲有安全風險添。但唔係喎，啱啱頭先嗰段大陸綜藝節目入邊都講，佢哋係唔可以坐快艇啫，但可以坐帆船喎。呢個安排好明顯係節目組有事先處理過啦，包括可能揾咗代理船隻申請入港許可，甚至係揾咗船隻註冊喺香港名下。如果唔係，點解個節目話帆船可以但快艇唔得呢？兩者最大分別可能係船隻註冊、申報程序同埋速度或者安全風險，真係唔係一件心掛掛或者你想打卡就可以即刻入到㗎。節目完咗之後，網民懷疑佢哋試圖踩入香港海域之後，係咪放生就算呢？個爭議唔係入唔入得維港，
而係如果你有背景、有資源，又有條 team 去跟住拍，香港政府會唔會自動低頭呢？況且啦，我哋市民又唔會真係走到去海旁邊界去 check 喎，所以大家對海防嘅邊界嘅安全都係顧顧下㗎咋。見到班大陸人大搖大擺咁走入嚟，個感覺就好似屋企俾個陌生人入侵咁咯。總括嚟講，如果佢哋係冇經正式入境程序，就咁揸架艇或者揸架水上電單車入嚟都好啦，其實係極大機會會踩到香港法例嘅。任何人未經許可從海路進入香港水域，無論你係咪上岸，只要你冇報關冇獲批到，就可能構成非法入境。換句說話嚟講，唔係話你唔落艇就等於無事，你喺海上亂咁入嚟，政府都係有權拉你嘅。仲有啊，如果你架水上電單車冇裝 AIS 自動識別系統，冇明確嘅船籍，仲可能觸犯安全航行條例㗎。一旦撞到啲商船或者係港燈啲艦，件事唔止犯法，仲會搞出人命添。成件事最灰色地帶就係執法尺度。你見到啲大陸人咁樣駛入嚟，啲水警警察都冇去圍捕，只係有人喺網上報料。咁到底係當局有冇發現？定係睇到又扮睇唔到呢？如果今日唔係大陸人，而係其他國家嘅人踩水上電單車入咗嚟維港，你估仲睇到啲人話入嚟打個卡咩？肯定唔夠1個鐘就俾人拉晒，分分鐘仲上埋新聞，講水上恐襲預演添啊！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片，請 CLS 啦。